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11月11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94篇，路得记第1章第1节到22节，提摩太前书第5章第1节到第8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同理之心。诫命内底提到疼上帝甲疼厝边。疼厝边，就爱用疼上帝的心志来对待其他的人。那你可能大部分的人会去问啦，到底要安怎疼上帝去疼人？耶稣基督的教导中间讲，着爱疼人亲像家己。那你简单的讲，就是讲你要安怎疼家己，你就怎样来疼人。那用现代心理辅导的概念来看，其实就是同理心啦。用一个换位思考的方式去揣摩其他人的需要，然后甲因徛做伙。伫旧约路得记的主角路得，对伊的大家拿俄米，就是用安尼的同理心来对待伊。当然，咱去看进前拿俄米嘛是用安尼同理心来疼两位新妇，所以就打发因着爱返去家己的后头厝，准备搁再改嫁，免得因将来爱甲拿俄米共款来受苦。路得记第1章第1节到22节安尼记载：士师伫立以色列的时代，犹太大地发生饥荒，有一个人带伊的某甲2个囝对犹大的伯利恒搬去摩押。这个人名叫做以利米勒，伊的某的名叫做拿俄米，2个囝名叫做马伦甲基连。因是犹大伯利恒出身的以法他人，因到摩押就住伫遐。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去，放伊的2个囝。迄2个囝带摩押的女子做某，一个叫做俄尼巴，另外一个叫做路得。因住伫遐约了10年久了后，玛拿甲基连2个人嘛拢死去。剩拿俄米家己一个人，无翁嘛无囝通活过。拿俄米还伫摩押的时阵，听见上主眷顾伊的子民，互因有好收成，就甲伊的新娘离开摩押地，要倒转去伯利恒。伊就对伊住的所在来出发。要倒去甲犹大地，2个新妇就跟伊去。伫路上，拿俄米就对2个新妇讲：“恁倒转去家己的外家，愿上主施恩互恁，亲像恁有好款待死去的人甲我相款。愿上主赐福恁，互恁2个找到新的对象，有好的归宿。”伊就对因甲因斟，甲因3时。因大声吼对伊讲：“阮一定要甲你转去你的人遐。”拿俄米讲：“查某囝着转去，是安怎要对我？我减会阁生囝，互恁做翁。查某囝着转去啦！我已经老啊，袂当阁嫁翁。我若阁有愿望，今暝有丈夫，阁生囝，恁减会当等甲因大汉，无去嫁别人。查某囝啦，我比恁较歹命，因为上主伸手攻击我。”因阁大声吼，俄尼巴就甲伊的大家斟。甲伊3时，毋过路得放袂落去。拿俄米就讲：“你看，
你阿嫂已经转去因的亲族甲伊的心灵遐，你嘛通缀伊转去。路德应讲，毋通逼我放杀你，离开你倒去。你去倒位，我嘛要去；你住倒位，我嘛要住遐。你的亲族就是我的亲族，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。你死伫倒位，我嘛要死伫倒位。总伫遐，只有死会当互你甲我分开。若无，愿上主加倍责罚我。拿米看路德坚决要缀伊，就无去讲什么。因两个人就继续行，来到伫伯利恒。伯利恒的时，全城的人因为因来扰动政府路讲，这人敢毋是真正是拿俄米吗？伊甲因讲，毋通叫我拿俄米，就叫我玛拉，因为全能会互我受大苦难。我满满出去，上主互我空空倒来，是安怎叫我拿俄米？上主苦楚我，全能的互我受患难。这就是拿俄米甲以摩押新妇路德对摩押地转来的经过。因伫开始收割大麦的时，来到伫伯利恒。当你心有用伫疼人的代志顶悬，嘛用伫彼此尊重的态度顶悬，嘛要用伫对待每一个无共款的人的态度顶悬。提摩太前书第5章第1节到第8节，保罗的教示伊安尼来提着，毋通责备老人，着亲像劝老爸共款甲伊劝勉，着亲像劝兄弟来安尼劝少年人，着亲像款待老母安尼来款待老妇人人。就亲像款待姊妹安尼，用完全纯洁的心款待少年的妇人人，就用尊重真正无依无赖的瓦客寡妇有囝儿孙，这个囝儿孙就代省伫家庭的学习、本孝顺的本分，来报答因的士大人。因为这是上帝所欢喜的，真正无依无赖的寡妇，只有仰望上帝，每日继续恳求祈祷。毋过车花的寡妇虽然得活，其实是死。恁着将这个甲因教示，因才袂受责罚。若有人无照顾亲戚亲情，特别是无照顾着家己厝内的人，已经背叛信仰，比无信的人更较害。咱得要有同理心，对弱势的群族的需要，要有同理心来对待老人，有同理少年人，有同理孤儿寡妇，了解因的需要。安尼同理心才会通活出真正疼人的生命。若无疼人这件事就变成做干那嘴咧讲，无有作为啦吼。诗篇94篇，则请咱家己来读。恳求主爱主帮助阮，互阮用同理心来待人，互阮会当成做上帝疼世间人的仆人。互阮充满有同理心，会通疼人亲像家己，真正了解人的需要，来荣耀上帝的圣名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